我这波啊，较长的。好走，好走。安南地，头壳对落，新田红衫裤头顶过嘞，可爱小阿妹，今年是几岁？听问阿娘不知家翁也背。脚穿红布的一步叫一个，实在真美丽，愈看心愈美。拜托阿娘啊，予阮爱一个。拜拜。问要创啥呢？阮都无爱去，甘愿将此做工来万岁。阿娘万岁，阿阮莫白白。阿娘家阿伯不免做空客，三顿又细细，敢会活一地？每暗带你来用油野粿。朋友老阿伯，讲话真实的，回头吃水也唔吃歹势。阿娘阿莫讲心酸话，看紧最近来去下小地。爱吃这是。也毋知咧创啥。若讲要叫我看跳舞哦，无你嘛叫一寡较水的淡薄啊。请问爱偌水啊？至少嘛参像我这款的人吧。呢，一个过来。是。你看啦，参像这款的人扮，是要叫我哪看会落去啦？妥当的，你是毋是想要互我甲你死头路啊？恁大家有听的无？哈尼歹啊，敢来遮跳舞，互皇上看，你是要害我红石头路的哦？哼！
做胆的哈，你是有够大胆的哦，你还敢在到底是什么代志啦？什么代志？吼，我望起我咧做皇帝呢，做皇帝？什么时候来做皇帝啊你啊？上讲是做武则天呢。啊，武则天哦！哦，在大咧，大到有得动呢。你真够假安怎？我望起我伫咧做可爱生日，啊，当伫咧食鹅肉，啊，你就知影讲我爱食鹅头，你甲我斗3工，我是真欢喜啦。要毋过你哦，真牛哦，我会设计，叫2个武士带啊比刀人舞，互我看，互我看甲当伫咧欢喜的时阵，再搁叫一个武士举刀对人阮甲压咧。哎呦，我是惊甲要死啊！我讲兔洞啊，兔洞啊，你紧来甲我救！哼，你不但无插我，而且搁连你啊！哦，在，我哪有杀你啦？你搁讲无？我明明就忘去啊，你搁敢钱？你，我问你，你对我偌久啊？ 20年啊。 20年啊你？哎呦，你搁会记的？哼，我这20年来，就搁甲你煮饭，啊，就搁甲你洗衫，啊，你这大汉仔囝，我就有了甲你摄，有了甲你请，请到这尔大汉，煞落去搁教你的功夫，你不但无报答我，你搁敢咧吹我啊？哈！在，我哪会知啦？明明哪有准算啦？无准算，啊无就安怎才有准算？假使要讲有准算，你哪袂晓忘记讲我对你足好的，对你足友好的，忘记我你杀。我要问安尼，我哪会知？哦，是讲吼，我逐摆若忘记我咧做大人的时阵吼，啊故乡就会发生代志，啊即摆，我你是咧惊啥？起来啦！哦，啊我要甲你拍，你也惊甲安尼。我这边忘记我做皇帝吼，啊阮故乡毋知发生啥物大代志呢。在，袂啦，你就是吼第一只修行20年啦。每到有一练武，就一练功，啊无就写诗念书，伤过闲，毋知黑白做梦，无代志啦。哦，是安尼吼。哎呦，我这个孙仔阁真强哦。嘿，啊是啥物代志啦？在，飞鸽传书。哈？飞鸽传书？哦，在，你真正牛呢，讲有代志，真正有代志。无得靠恁兜哦，真正有人要扛去山顶种哦。哎，阿喙啊！哦，开喙就拢无好话，紧开起来看写啥物啦？哦。恁小弟来往啊，讲伫故乡开个干仔店吼，发生代志啦。这甲我有啥物关系？伊讲假使你唔转去吼，佫记着找袂着伊安尼。安尼哦，对啊。我要来练单啊。哦。知啊，恁故乡的人吼，嘛知影讲你第一只修炼已经20年啊咧。除非啊，就是大地震，还是厝倒来，啊无吼，你哪有可能离开遮啦？对啦，你上该了解我的。啊，你吼飞鸽传书去甲阮小弟讲，讲我吼无要落山啦。伊若孙仔讲用桥来甲我装，我嘛无爱转去啦。哦，好。咦，无合理啊！在，唔对呢。你平常时吼，甲我做人吼，爱讲情理，爱有爱心，爱有同情心。人咧艰苦时阵吼，哪会去帮助伊啊？对，安尼就对啊啦。你即马所讲的话吼，亲像一个无情无义啦、无血无目屎的人啦。连你至亲的小弟吼，发生遐尼大代志，你都无爱插伊啊？我咧看吼，你搁伫遐想一摆，嘛无遐大得到。哦，安尼呢？安尼你的意思我知影啦。咱来借问一下吼，你是毋是讲利用这个机会，若是下山去，啊，通去佚佗对无？我甲你讲啦，你上了解恁先的啦，不就无法度通坐车嘛？你若坐车吼，安尼害一个害一个害一个，我头壳会讲，你知无？知啊，咱煞袂晓用行的。冲行的哦。系啊。我唔肯咯。唔肯哦。对咧。我要来款包袱啊。你款包袱是要创啥？当去食大猪啊。啊？来，等下，
啦哈。啊，哦，你阁真强哦！哦，我教你20年，啊，你今仔个会用这步的来甲我抢啊啦？啊，我足惊啊，说。好啦，落山就落山嘛。啊，要落山？我甲你讲哦，代志若是办清楚了吼，马上就爱转来。是，得动。你要搞？哎呀，啊，你讲你要教，哪我行3、4点钟，哪袂教？哎呦，少年人这么无档头，啊，行的是短短路尔，穿到安尼，你要搞啊啦？行，有影？咱即摆这支竹啊吼，会用个卖滴啊，无若举入转去去用看吼，会去用笑死哦，哼杀！去山山咧去啥？哎呦，别项若较欠的，免欠甲迄支竹啊啦，遐尔啊当酸，哼杀！嗯。哦，好棒哦！哎，咱借问下，你即摆安尼咧创啥哈？休息啊。小你去死啦！小时食较歹咧，继续行。啊。安安地啊，草卡对对，心情红衫粉头嘛比过嘞，可爱小阿妹，你看，你是几岁？你这裤子敢无食，敢无请会行咧？你也摕咧？这个师啊会安尼来，把你倒上。哎，哎呦！哎呦呀！知有啊，敢食无饱我。你再来好我。阿娘家阿伯不免做工课，三顿又是这，咱的活是这，每暗带你来游家街。哎，即马透动啊，你应该叫我行。无影无影。无你也袂甲试看卖咧。好，来。啊！开啊！开啊！阿娘家家我再过来啦。赶紧做阵来去下小弟。天机不可劳相。你有听的无？阮阿爸吼讲叫你莫当遮卖铺假铺。啊，我虽然世界名谱，但是我讲的话是真谱。只要是我讲的话，拢是实在。我咧讲呢，咱是厝边斗呢，好心咧甲恁讲呢。哎，哦，安尼唔真多谢你，真努力你吼，听久会破病。拜托你莫搁讲会用哩无？嘿，啊，唔是我假谱伫咧假谱。那以我假谱伫咧看恁这间店的风水吼，唔免甲3个月都要烫好人啦。烫好人？哎，无啊，你讲我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叫我这间上吉干妈店就怎啊烫互人哦？啊，这是自我讲爱手怎啊放落来，到真安尼。你若叫我怎啊这间甲卖掉，安尼我就对不起阮祖先啊你咧。哎呀，想当时恁老的过身的时阵，你讲要将这间店油漆互金死死，招牌爱顶修一下。本来是上吉干妈店好好的，结果咧，互你这个唔捌字兼无卫生的人吼，安尼招牌倒变啦。下吉干妈店，下吉干妈店生意要哪会好？哦，你莫后壁甲阮抢！我甲你讲，不管阮做是上吉还是下吉，阮只要若将这间店顾好势，安尼吼，就是代表讲对祖先的一种尊敬。你若会讲唔免怀念祖先啊？啊，若无，你先啊就要拜祖先咧。都对，搁这。哎呀，我是为恁好呢。我看恁这间店的生意无好啦，我袂放心啦。讲正经，只要恁愿意吼，唔管你出偌关价，我一定甲恁买。安怎无惊？莫甲伊讲啊，入来。
好心搁互回金啦。我看恁要安怎做啦？恁这间店还佫我都开偌久啦？小等收开啊！你的意思是讲要将这间店卖完？我意思是讲，你这2罐酒钱还未付咧呢。啊！我小姐，我小姐！你咧好什么？好你去死啊！我咧生气，你拍什么破啊？哈！妈，当是什么代志来看你安尼气喘喘的？哎呀，我强强要互迄间干妈店的来气死啦！来，无代无志，早已经破干妈店要创呀。英雄啊，你唔捌啊？咱山脚迄个庇湖，最近要开发成观光区啦。啊，迄间商业干妈店拄好伫10字路口，假使若有法度伫迄间干妈店哦，开一间餐厅，嘿嘿嘿，一定会赚真济钱啦。哦，我知影。爸，你就是想讲要踮迄间破干妈店迄个所在，搁开一间大餐厅。嗨，你敢会赚？哎呀，当然是会赚钱啦。嘿，啊，迄个所在确实有够好，啊，若无我是安怎想尽办法要甲因买咧。啊，有啊，哦，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，互因踮一礼拜内，迄乖乖啊将迄间店让互爸你。哦，真好。奇怪哎，回来水海结断。我无久呢，你使往水海去。奇怪咧，啊，都新妇的哪水海去？来，我时间也来，我来甲斗骹手。哎，使，我来去倒啊。互你哦。红衫粉头嘛滴过咧，可爱小阿娘，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嫁翁也陪。我来去倒啊。互你哦。那你阿较无我过水的法。哎，好吧，你在创啥？请，请啥？啊，推袂走的请。你伫咧坐，我主人有办法。高牛，请，先生，请。有听无？一、两、行。哎，再见了，生日快乐啊！再见。哎，确实无简单嘞。哎，你这位吼，啊，你拄则甲车讲啥物啊？我就阿公，我讲阿公啥？哎，哦，这位兄弟们，你的选喏。要走，导游老要走。哪个来钓？这算算来看偌济啊？就是买你。买你。是啊，咱这是因两个小姐甲我买的呢，啊你摕伊的物件要甲咱买我，安尼无意思啦。哦，安尼我知。我你猜啥？
红衫滚头嘛滴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嫁红也肥？等咧，你在创啥？你是什么人啊？敢来这个管咧婴仔事啊？我叫特动的啊，路见不平，气死英人。不要做那个行过，当作无看就好呀。行过，可有你哦。师啊，伊叫咱哦当作无看，怎啊行过？啊无咱行过。等咧，什么咧行过？你已经出面啊，啊，毋着家己想办法。可有你哦。阮师哦叫我家己想办法啦，啊无拜托你替我想一下。我甲你想一个好办法，就是你即马吼紧选，啊你若无紧选，我跟你讲，伊是国术几啊段的高手哦，要即种啊扑落去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等到几啊载。问题，我是国术的高手，你知？我人凊彩跳啊！是个休死人，你知影未？阿姐哦，阿姐哦，阿姐，放心，来物件甲我赶咧，好，这互我就好。免，师，互我，你物件摕咧。师，坐坐。你较过来一下，较过来一下啦。哦，好。大金宝，大金宝，大金宝为着伊的小弟来下山咯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金宝串江湖，真侪趣味、紧张、曲折动人的事件就要开始